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16节，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所选。是人找到上帝，还是上帝找到人？拣选人来跟随他呢？没有错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去寻求上帝。正如同今天的旧约经文呢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16节，也是提到了寻求我上主的人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也非常明白的这样说道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从圣经原文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基督徒称义、成圣、得救，其实都是被动的。所以我们是被上帝找到，我们是被上帝拣选，是被上帝拯救的。先知以赛亚以亚伯拉罕和撒来被选召的故事当例子，提到了上帝将要赐下拯救的一个记号。圣经说到上主说，希望蒙救援寻求我帮助的人嘛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想一想你们的源头，想一想你们的背景，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儿子，是我赐福给他，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，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。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，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，那里必有喜乐，有欢欣，有赞美，感谢的歌声。我的子民啊，听吧，我的国啊，要留心听，我要把我的法律赐给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带给他们光明，我要立刻救援他们。我得胜的时候到了，我要亲自统治万国。遥远的岛屿等着我，盼望我去救援他们。你们要仰望诸天，观看大地。天要像烟云消散，地要像衣服破烂，地上的居民也要像苍蝇死去。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，我的胜利世世长存。知道什么是公正，心里铭刻着我教训的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不要怕别人的侮辱和嘲笑，他们会像破烂的衣服被虫吃掉。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，我的胜利世世长存。上主啊，行起来帮助我，像古时候一样，用你的大能来拯救我。是你把海怪拉哈伯剁成碎片，是你刺杀了利龙，是你使海洋干固，使深水变为干地。你在深海中开辟大道，让蒙你救赎的人通过。那些蒙你救赎的人要回来，欢欣的来到耶路撒冷，快乐的歌唱，大声喊叫，他们要永远欢欣快乐，不再忧愁悲伤。上主说，是我安慰你，你为什么害怕必死的人呢？他们不见得比花草长命。你忘记了造你的上主吗？是谁张开天幕？是谁立了地上的根基？你为什么老是惧怕逼迫你的人？惧怕想要毁灭你的人的怒气呢？他们的怒气并不能伤害你。
被捆绑的人快要得自由了，他们将要享长寿，将要得饱足。我是上主，是你的上帝，我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你搅动的海洋使波浪汹涌，我铺张天幕，立下地的根基。我对耶路撒冷说：你是我的子民，我向你传授教诲，我用手保护你。新约弥赛亚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他却是必须要面对犹太人陷害他的计谋。马太福音12章第15节到21节记载耶稣基督离开了那些计谋陷害他的人群，却让许多人来跟随他，并且得到医治。马太福音也引用了旧约先知的话，提到了印证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选召来要赐下拯救的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耶稣听到了这消息，就离开那里，许多人跟随着他，他治好了他们所有的疾病，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所做的张扬出去。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：看啊，他是我拣选的仆人，我钟爱他，喜爱他，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。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，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请兄姐自行来研读。感谢慈爱的天父选召耶稣基督，差遣他成为世人的救赎。求主帮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，全心全意的来跟随，来服侍，来宣扬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